咱 OK 啊，生意安尼做啊。也是有人保监你啊。唐大哥，你嘛才接电话，安尼淡薄仔闹开呢。做闹开呢。接电话啊。哦。喂，嘿，借问者好无？你讲。来，你讲赖长伟啊？你针对赖长伟嘛，对吧？没有呢，是赖长伟。现在我好来，你讲赖长伟伫你遐留言，来，我问你一点就好啊。来，你有录影无？我叫我截图啊。你一张截图，你讲迄是赖长伟？你先留言啊，留言完之后马上删那个留言啊。请问一下他啊，你现在你那时候你说他在那里留言的时候，来，你先听人讲者好无？你较冷静者啊，唐少凯，你较冷静者啊。来，我就问你一下啦，你讲伊去你遐留言的时阵，伊咧开直播不要给你留言，你就问一下好无？他那时候没有在开。他在开直播。他那时候真的没有在开，我真的没有误会。因为我跟你讲啦，我的团队若有这种员工出去甲你留言啦，恁别早就死头路啊啦，唔免你教，你知无？我知道你是怎么样管人的啦。嘿，来，过来，第二点，来，好来，好，这趴代志，若假如赖长伟有甲你安尼来讲，我会互你一个交代，吼，我互你一个交代。来，剩的我甲你讲，你讲我胡凯斌是啥物高蓝猫？你甲我讲者，啥物意思？你甲我讲者。不是啊，你自己他妈的员工自己都没有处理好，为什么他妈？哎，是假账啊！有人去要给你留言呢。来，唐少凯，我问你一件代志。他妈的，来这边还有理的。来，我跟你说，你证据给我啦。你证据给我。啊不，你证据给我啦。你证据给我。来，我证据给你嘛。来，啊，你敢有点你内底看？你好，我影片哦，你卖甲你卖要给一个截图哦。根本就没有道理。你给我一个截图没有屁用，截图就是假的啦。啊，你截图我问你啦。会是假的。来，那我问你啦，唐少凯，我问你就好啊。来，我就事论事。今摆你是正常人，今日我老邱给你屌干你娘鸡掰。来，你看到留言了，你会截图，你还会点进我的个账，再截图一次，再录影 ，A 不？请问一下，你留言之后，他妈我按截图录影。来，我问你，啊，你今日发生这件代志，你会先甲我问，会先甲我教诲？你是挑过人过呢？啊，是你会直接去你开直播？正常人的逻辑是安怎处理？我觉得你们都把自己没有理的讲的有道理。你这摆是你的话术呢？来，过来第二点，来你讲话，来，唐少凯，你先听我讲话。就是在自导自演。你这摆是你在自导自演，你在说呢？你知无？对，来好，安尼好，来，唐少凯，来，等下我问伊一点就好啊。你敢问？我就爱问你一点就好啊。我剩的拢不爱针对，我针对伊一点。对啊，而且我改变。等下，我针对你一点，你甲我应就好啊。这个事情就不对了。我就爱问你一点，你甲我应啦。没清没臭了，出来抢！我啊，你敢出来面对无？你出来面对啊！你敢无 ？OK 啊。OK 来，时间地点，这摆人去倒？这摆人去倒？时间地点吗？我这摆来找你。我在台南等你啦。好，来到位。地址给我。台南。地址给我。好，我传给你。OK。OK。来，等下，啊，我这摆先搁问你一点。哦，这摆开直播。哦，我问你一点就好啊，听有啊？喂。你讲。来，我问你，所有事情，我跟李李仁来什么关系啊？你这摆甲我讲李李仁的代志，什么问题？你说李李仁在我这里上班，做营业额做1000万，只领10万，来，这句话你好解交代解？啊，是不是事实吧？不是啊，你好解是不是事实吗？刚刚李李仁有打电话给我。李李仁自己亲口跟我讲。刚刚李李仁有打电话给我，伊讲伊无讲这种话哦。哦，是这样哦。刚刚李李仁有打电话给我哦。又打电话给你。来，打电话李李仁。OK。好，你讲的都对了，好不好？我只有截图哦，李李仁是有打电话来哦。你讲的都对啦 ，OK 吧？你即摆是咧说哦？你即摆咧说，你知无？甲你讲到有截图，你互你看嘛，证据互你看嘛。你今仔日他妈给赖长伟他妈真账号来我这边留言，然后现在又讲这么多，对不对？谁用赖长伟？你用一个选民来甲阮插话题，你即摆咧针对的，你知无？啊，来，你代志无符合清楚进程，你针对阮规个团队，你即摆讲阮规个团队是傻小啦，就问者啦。唐少凯，不是那一种他妈的。
唐少凯，妈你他妈的啦！较正气的好不好？唐少凯，我老邱啦，我记名讲阿凯晚上好。常伟是不是跟你有误会？我的字是不是被吃的？你搞我讲啥物？你来搞我叫？你甲叫安怎的？你搞我叫干你娘什么咖？潘明武嘛，老邱嘛，邱子完嘛。你有甲叫无？请问一下赖常伟，那时候底下留言完之后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伊讲啥我唔知，我是讲是唔是有误会？我是咧甲你问。伊咧甲你问讲是毋是有误会尔？你怎甲错？你是咧错安怎？就我是好声好咧，甲你问代志，啊你甲我错落去呢？你知道吗？我感觉你误会之后，前面他还有留言一句。伊留言啥样来？如果他是开账号，是上面呛你他家，引导全部死人啊？有啊，有这句无？你有置顶无？他妈赖常伟不敢承认啊！我跟你讲啊，来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啦，你即摆真后生嘛。来，我问你，李议员这件代志，你要安怎甲我讲啊？来，一件甲我交代出来啊！是要讲啥？李议员这件代志，你安怎讲啦？你讲伊来我这做1000万、210万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就是事实啊！他妈，你先说。什么叫做事实？你现在在公然诽谤我嘛？新闻的事情，你没把你的东西拿出来讲，刚刚好而已啦。啊，过来，你讲恁爸咱哥哥用30万买，你讲这什么意思哈？我听无呢。啊，没有啊，你昨天他妈讲我讲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啊，你那个是事实啊，所以你说对不？对吧？你迄人阮拢有对话记录，你是咪邀请？你是咪招七去啉咖啡啦？你去用掠出来啦？有无？你是向老爸啦？有无？你是不是上过新闻向老爸60万？是不是？啊，事实啦。 60万，搁找乔运甲你出来处理的有啊无？啊，事实阮袂使讲，啊无你怪记者嘛？你怪记者卖报嘛？你怪阮遮要怎啊？都对了 ，OK 吧 ？OK 啦，你们讲的都对了。迄是记者讲的，甲阮讲的。 OK 啦 ，OK 袂清袂楚。来，啊，过来，你讲恁爸食安那什么意思？东伟卖叫大虾。无，你讲我食安那什么意思？就问者。哈，来，你讲我食安那什么意思啦？啊，你就是有食安那。都看。啊，无咱做伙验尿，你敢无？是不是？你敢无？咱做伙验尿。给啊，你去验尿啊。好 ，OK 啊，来，那什么时候啊？来，做伙来验尿嘛。就在等你这句话。来 ，OK，那就明天好不好？咱卖个拖啊。OK，约个时间。来，那你明天上来彰化敢不敢？为什么恁爸要去彰化？啊，你唔敢呀？啊，中华验尿啊，你哪有什么问题？他妈来台南，你是谁？啊，无好行啊，起码来去啊，分局啊。即摆无啦，即摆无通验。对不对？你都讨老气啦！你真正讨老气啦！我甲你讲，你真讨老气啦！我甲你讲啊，你真正啦，我甲你讲啊，你真正，我讲认真，你做人真正无写。但我听无伊咧讲啊笑。针对那个啦，老邱啦。你针对我怎？来，你针对老邱跟赖长伟什么意思啦？啊你对是赖长伟，不是你。好啊，你唔是针对阮，你去你线顶一直甲我靠北讲我。他妈来直播台对不对？你来我的。我昨天进去你的直播，我连一句话都没讲。你讲吴凯斌杀小杜杀小的哦。在呛我，在呛他小，干你娘嘞！啊不，你现在靠北啊！呛你拄好尔，干你娘！干你啊！鸡巴无想要杀小啦！鸡巴你男烂囡仔，笨手囡仔，唔正经干恁兜咧死人，干你娘鸡巴，演出来嘛！人伫倒啦？笨手囡仔，干你娘咖啡食嗨伊哦啦！人伫倒？干你娘真正。人现在在哪？在台南。台南的哪里？安平。安平哪里呀？打字给你 ，OK 吧？打字好啊。OK。好。来，少年拢甲招起来。闷啊。